大家好啊，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啊。今日要推介嘅產品咧就係呢個樂道37金裝植物膠囊啦。嗱，呢個產品咧係嚟自華人藥業嘅。嗱，每日我哋服用呢個樂道37嘅話咧，就可以有效清除我哋血管嘅廢物啦，修復血管嘅損傷，同埋阻止啲污垢咧喺血管裏邊沉積嘅，俾大家咧可以繼續健康生活啊嘛。呢款產品咧喺市場上唯一有本港雙大學臨床認證嘅，91% 嘅人食過之後咧，佢內臟脂肪減少，而有69% 嘅人咧血管嘅垃圾被清除，仲可以對抗三高，保護心臟，增強免疫力，同埋穩定血脂啦、血壓啦同埋膽固醇嘅。所以適合一啲生活緊張啦、工作壓力大嘅人使用嘅。嗱，平時咧呢個樂道37市場價係299，喺我哋嘅健康博覽期間優惠價239億。有興趣朋友可以喺展會期間嚟到我哋嘅攤位 E07 多啲了解，約定你哋啦。